这个脖子好一个高耸力，一个柔耸力啊，太扎实了，感觉上干宝似的。这一刻长城闭环了。这个裙子的面料让我感觉我的身躯，我整个身躯穿了裙子的部分住进了与蓬搭的隔间。刚出货的时候，不是很多人说上半身显壮吗？我知道为什么了，是因为它腋下这都是连在一起的呀，姐姐。能不壮吗？我本来搁这儿呢。他收的时候这么多衣物堆积在一起，然后显得你的腰更粗了，什么鬼啊？猜你想看天使搭配，这样穿走出门太不方便了，左边一巴掌，右边跟2巴掌。但是穿着舒适度也还行吧，也不扎，就是能穿，但没到那么好的程度。